深圳新豐和睦家醫院係深圳首家港資私營綜合醫院，曾成功進行內地首宗換面手術嘅內地整形外科醫生郭樹忠教授選擇進駐呢一家醫院，平均每月進行約100宗雙側小兒症病人手術。香港真的是世界的窗口。我們之所以從西安來到深圳，主要是看中了第一，這個地方太靠近香港了。如果我們要想走向世界，也應該走向世界，我們就應該形成一些世界的某些醫療的中心。所以我來這兒就要建一個世界的耳再造中心，就是利用香港的地理位置，利用香港的這種信息通道，讓全世界知道我們。香港擁有健全嘅醫療體系同專業嘅醫護人員，特區政府支持香港優質醫療服務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首屆大灣區全球醫療峰會2025年2月喺香港舉行，超過300位境內外專家學者參加。國家呼吸醫學中心主任何建恒教授認為，峰會有助於促進內地與國際醫療界嘅相互了解與合作，推動臨床研究。以前好多臨床研究啊，一隻藥成唔成熟啊，好多時候響西方試嘅。咁大概20年前開始啦，好多西方慢慢移嚟中國試。移嚟中國試咧，最大一個好處咧，第一個咧，佢可能原來花3年啦，完成一個 clinical trial 啦。咁而家可能佢就花1年2年。咁你同事啊，就將我哋大家啲同事啊，成個隊伍訓練得好好。要發展香港成為醫療創新中心，需全方位提升香港嘅臨床試驗能力同生物科技技術。2024年11月，特區政府喺河套區設立嘅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正式開幕。一個數碼化嘅醫療嘅數據嘅系統之外咧，咁我哋亦都有一個生物庫啦喺呢度啦嚇，咁可以咧儲藏咧作為臨床試驗嘅生物樣本嘅。咁呢啲生物樣本咧，尤其是咧，如果要長遠儲存咧嚇，我哋有咁嘅設施啦。試驗所結合咗大灣區嘅生物醫藥技術研發及科技產業鏈，能夠進一步鞏固香港發展生物醫藥嘅優勢，吸引海內外企業到來。